到的时候，我跟你讲哦，虽然经济许可，虽然对大家以前来对有那个来到我我们老板，之前开始上来开始做哦，还有啊，有另外的是我来授课，用这个给大家来讲什么？就是哈，先讲天气增长，先讲天气增长，然后来授课，这个呢，就是上面呢，每一个人每一个中心，都有啥物？都有主线，都有边界的主线，行对啊，行是天的工作哦。像我们以前在咱有咧做事就知影吼，咱若做事咧看啥物事，看天气好无？咱若讲若是话吼，天若无落来哦，那就麻烦咧，要注意吼。所以依照这个四时运，春夏秋冬，伊个气候若正常吼，这是这个某个正常，某个风虚。天的循环，四季的演变，伊的原理原则如何的关键行，有伊的关键。伊个时代的关键是，伊有时代，伊讲的有时代嘿啊，伊讲的冬天，咱来看是头就知影，拢照天干的，拢照天干无当那个太阳起来，太阳下山起来下山，天不行的呀，很实在呀，跟他工作协力也要行第一个是一个上先进的心，最诚实、上有信用的是心生意嘛，生生不息嘛所以天呢，伊做的工作呢，就是每一个都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应得工作上的有限。在身体是安尼在聊天的，讲诶，咱每一个人拢有24点钟，一般24点钟，到是安尼，一年300，所以讲有限，无分南国系不分南北，有讲的嘛？这有人是北人，要喜欢什么说国语这有人北人，北人是不是？北人不进行为什么人北人？还是讲咱传统人不管哪讲，伊个自信无明白的时阵，咱若讲自信无明白来做一个比较，囡仔无烦恼较少囡仔烦恼较少所以自信较低其实欧人、北人还是咱东方人、西方人、南北人都同款，自信无明白，所以咱才能够沟通的。有讲欧人囡仔就歹，无人伊个自信，这个原国土光国土太沟通的，伊个头前可能第六人就他太沟通虽然有当时较参加安慰的时阵，每人开始沟通所以这就是自信嘛，不分南北嘛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国家嘛，不分六道众生这是上帝的工作，上帝有时代无？有一个人讲有时代无？神呢？你自信就是啥物呢？咱有人感觉讲这性质就是人道的性质就是咱内底天主性质，咱自信，咱的自信，咱的本性，得到咱的自信，咱的本性，伊的特质是啥物？就是这是句话，不变不变，不输不赢，中有永和。是咱有学作用咱有学的特质啥物是不变不变，不输不赢，中有永和。自主
有咧咧，有一种的种种就是会轻轻松松，简单单，咱若要就后对关于来讲啦咱就咱去想讲，什么是有各方面内底有一个即个亲像啊亲，人生啊，五种要关作为是讲啥亲像，像有开幕就叫啊，叫遮个土地遮个云拢来写一首诗啊一首记啊这个诗是做啥分呢？做啥分？人讲咱讲写，写就好啦，因为咱若写无法度变较好啦。这土位你就是用伊配置的，所以咱讲写。做第二啊，无土位所以要较艰苦。你写较好，亲像一个你写就好啦。然后你甲讲啊，你亲像伊就开始想啊。我是爱写，我若写其实我是想要甲做出甲无做好。但是若写到尾仔有人讲我想要因多人啦，要做人做啦，你就开始变嘛。你迄个自信无起用啊，人着讲思养是不公用爱不思三不思二，但是人家也是还是关地欢乐所以伊的自信无作用，就变人你是讲有靠命，但是呢，练你不用，紧张无用着。你看话真凶你诗你做好啦写好啦，几样摆你去做做书，你的古文咱就讲。你当这做书的当天我靠心内又开始印度啊，往往啦，多数人都会后边都无你要你爱书人就会看，就开始讲会真正的意义啦。命无啦，伊说命就是不来啦，伊说拍拼啊，我想几啊工来支持踮伊的房间，踮去做书的房间，行3摆，经过4天，听到伊就开始讲，姓黄，我倒来叫亲像嘛，你对啦，伊讲问到开始姓黄，请问对这个？你敢是就是作用？毋是所以啊，这个亲像啊，就较心中开始毋是无善啊，无善啊，请问咱的产品，咱若做生意人咱的产品老实在，咱每天讲人来听对无所无心嘛。咱的心情嘛，知影讲伊会咱就讲开门见山，但是伊佫想要多出来训练，所以伊是来紧张会无实在啊，开始紧张啊，出现已经拍拼所写的就无开幕啊，那这个实在咱的心中也有事就是有咧咧，所以迄种感，迄种灵感毋免有不用有太多的修饰，毋免有伤济迄种花言巧语就会当动人心，咱来演唱会可以啊，然后你那了，袂通体验伊的感情，伊的感情，伊无想到，迄个演唱会内容是啥物，拢讲